嘉义市的志航国小真用心来发展着这布袋戏的表演技术。那请台湾的老师教学生囡仔讲台语、写台湾的剧本以外，也佫有请专业的剧团教学生囡仔精后场的功夫，互志航国小伫咧全国比赛当中拢摕到真好成绩。 手提飞轮机的道具，学生当日排练搬按空军控制影像高志航故事。舞台顶有学生人红仔讲口白，舞台后佫有学生会弦仔拍鼓。指导的老师讲，学生前后场拢总爱学，才会当好好来传承这个文化。我感觉，互咱的囡仔呢，因为对家己的本土的文化更较了解，所以学校呢也嘛因为这个布袋戏，阮来做阮的校定课程。阮定义个来接手入来教这个志航国小的学生囡仔的时阵，阮第一时间就反映着讲，其实阮应该是爱甲专业的物件，甲刷入来伫学校，互学校的这的学生囡仔，伊会用透过这个方式一步一步来传承。 除了前后场拢爱学，学校佫专工替社团安排台语文老师来教写台文的剧本甲口白，嘛教囡仔练口白或者是唱曲的时阵发音爱正确。有学生讲参加这个剧团交到好朋友，比赛佫摕到第1名。讲的时阵会无好讲，然后爱学足久的，搁爱背。互囡仔用戏剧的方式来学台语，其实嘛是一个袂歹的方式，因为台语文内底尤其是阮剧本内底有押韵、有唱歌、有唱念，互因安尼念起来会较上喙。我感觉这是学习一个嘛袂歹的方式。即马嘉义市志航国小布袋戏社团的学生，拢会晓演这出小界学校号名由来的故事，而且高年有时间就去教较细汉的学生，延续学校的精神，嘛伫过程当中传承布袋戏的技艺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